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过来，今日本土病例增加31000多个，另外，这个边境放零一礼拜内入境人数增加到4万人次。另外，对7月14开始入境免PCR阴性证明，行政院宣布对8月开始邮件津贴对3500块增加到5000块，并且公立幼稚园学费上济3000块。香港英国首相张振面对党内压力，已经志在白条，初7可能会宣布辞职落台，交出保守党党魁加首相的位置。节目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正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1364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患者243个，死亡个案有105个。指挥中心表示，讲整体疫情规模是伫咧会当控制范围内，而且这 BA 点是 BA.5重症率无有关，所以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咧，这一礼拜入境人数对25000人次增加到4万人次，而且对7月14开始，台湾居民也佫有居留证的外国人，也佫来到台湾办训练期班的旅客，上训练期进前拢免提供2天内 PCR 阴性证明。不过入境台湾了后，有关是爱做这喙内 PCR 采检。台湾边境政策各放令，疫情指挥中心初7宣布，考虑个人出入境需求甲经济活动明显增加，而且 BA 点是 BA.5重症率并无提悬，所以为即日开始，每礼拜入境总额为即卖2.5万人次，调悬到4万人次。各位7月14下礼拜4饭店开始放令个人摕有效居留证，甲所有转机的人，坐飞机进前免批下阴性证明，毋过入境还是要做拿后喙内批下体检。整体来讲，不然要加强我们的国际的交流，那满足国人在出国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就调升了在每一周的一个入境的人量的管制到4万人。另外，新冠本土疫情初7增加31364个本土病例，全台只有新北市病例数超过5000例，中重症有243例，死亡有105例。重症个案当中有3个囡仔年岁上细是9个月大的查某婴仔，伊9月底确诊好了后，7月初因为发烧、落瀉这症状挂急诊，伊所怀是密西西葛汉受地大院。目前总计的儿童这一波的COVID-19 的重症是累计到91位哈，其中32位是 MIS-C， 那17位是肺炎哦。那死亡的儿童的人数跟之前一样，还是维持22位。因为国内出现第一例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 BM.5 本土病例，是接机回台前幼时被感染，但是中承认开放接机的时阵无加强宣导防疫措施，是有漏沟。未来是毋是因应BM.5疫情扩大采检甲升级措施？指挥中心强调，考虑目前无社区感染，加检疫了后免疫防火墙，所以无考虑升级。国家隔离政策也是维持现状。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这民众生囡仔，行政院宣布对8月开始，这邮件津贴对3500块增加到逐个月5000块。2岁到也未满6岁囡仔去读公立幼稚园，这学费会当搁再降，家长逐个月上济纳3000块。那第2梯以上就免甲你收钱咯。行政院初步统计，大约有45万9千个囡仔会受到这届政策的照顾。赵小姐派细汉查某囝甲2后生准备转去，但国小的大汉后生转来。伊生3体听到8月开始政府要增加育儿津贴，感觉是真赞。小孩子花费其实蛮凶，就是从一出生有喂奶粉的，应该就是差异又更大，所以我觉得不无小补。幼儿园的家数很少，所以基本上很容易凑不到或怎么样，你还是得去上私立的，还是很贵啊。生一个幼小姐虽然感觉补助增加是真好，却表示即卖公立幼儿园也是伤过少。行政院强调，正咧扩大病假服务的部分，0岁到2岁的部分，到今年6月已经正式公共托育342个，提供超过9万的服务名额。2岁到6岁部分应提供47个名额，满足家长的需求，包含社区公共托育家园等等，以及公办民，还有一些准公幼的这个机制。那现在已经到达了91000个名额。政府所发放的育儿津贴将从现在的每个月3500元提高到每个月5000元，自己带或阿公阿嬷带都有得领。
扩大病假服务公用部分，0到2岁每个月补助5500，2岁到6岁读公共化甲准公共幼儿园每个月学费无超过3000，若读公休，员工是第2梯以上囡仔免钱。疫情期间，其实病人说他好像也得不到太多的来自职场上的澳元。如果说家长工作的职场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相对友善育儿需求的一个支持措施的话，当然家长会更辛苦。经济支持之外，同时也要去多方面的来评估。不过对这政策有社会团体批评是选举催票的手法，不过也有社会团体认为绿意袂歹，不过建构优先育儿环境甲赋税优惠等的实际问题上，也应该爱改善。若无疫情冲击民生，经济困难之下，少子化生育问题会来继续恶化。记者综合报道。台股今仔日受到美股影响，重新徛登到14000点，有起350点。有分析师表示讲，这台股对6月以来一直落，今年到达已经落3000多点咯。而且伫7月中 ，FED 宣布新的利率进程呢，这大盘指数真有可能拢会起起落落。美国联准会发布上新的会议纪要，展现抗通货膨胀的态度。今日礼拜三，美股收悬，初七台湾股票市场虽然徛起哩14000，不过盘中落价幅度扩大，上加捌来到13951.81点了后，再搁起，指数一路走悬，收盘时阵起350.76点，收伫14336.27点。富国新生台积电中场完了大起22块，收伫457.5块。今天其实台股在跌下去的时候，早盘成交量缩得相当小，代表就是说，其实卖压的一个部分已经减轻很多。那今天的台积电以及联电的一个股价表现相对强势，这个也稳住了这个整体的一个军心。分析师表示，台湾股票市场为6月以来一直落价，今年以来已经落3000多点。预定7月中，Fed 宣布新的利率政策前，大盘的指数也是起起落落。面对台湾股票市场一直落，国安基金也一定在后礼拜一7月11召开例行会议。国安基金对近期的股市的一些变化都非常密切的在注意哦。那么如果有必要哦，他们会随时召开临时会。日是会期方面，因为 Fed 会议记录显示，官员的立场普遍支持7月相关利息，也让美金维持真强。新台币兑换美金中场以29.79收盘，升2分。美元现在持续相对强劲的情况之下呢，包含欧系货币也好，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亚币在台币的走势上面也好，基本上在今年来讲都会是维持弱势的态势为主。外汇分析师是讲，以即马外资持续汇出的情况下，为历史经验来看，台票惊势会较软，国家美金持续走强，新台票有可能落到30块。记者综合报道。湘北市的公车票呢，24年拢唔捌起价，不过最近这2年多，因为疫情关系，旅客减少真多，加上这汽油一直的起价，公车业者最近针对着汽油啦，抑个驾驶成本等等的营运成本重新做计算，要来申请这运价起价。一若讲到这公车票钱的计数，敢会对得起咧？恐惊是爱看湘北这2个市政府因的态度咯。大台北公车2年来受疫情影响，离峰时间帮助已经减少，有原无都弥补了钱。台北市公共汽车商业同业工会估计，这2年来油价起再起少，营运成本已经增加超过30%。最近将提报运价调整申请，送市府审核，目前湘北运价是19块3角外，不过票价维持15块，运价若讲搁起。超过地方补贴能力范围，可能会反映在票价上。对啊，如果什么都涨的话，涨一点点，我觉得可以啦，因为毕竟这么久没有调。涨的话也是可以接受啦，应该是比捷运是还可以负担啦。经营湘北公车的客运业者表示，疫情加上通膨，有业者已经了半的资本价，搁无起运价可能会面临倒店。依照流程，公车业者每2年会当提出运价调整申请，目前业者已经计划伫最近提报，搁由湘北地方政府进行审核。运价的调整，如果有涉及到双北的话，那我们也有一个共同审议的委员会，来会进行一个共同项目的一个审查。过去24年来，这个没有涨价，因为没有涨价，政府就去补贴。那其实就是拿大道的钱，那这种补贴的制度是不能够长久的。学者讲，湘北公车票价24年无起，全靠地方政府补贴运价，并不是正常的市场机制。
等于是刷未来的预算，这路加深，认为无价拢起的状况之下，票价也是应该合理反映。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伫今仔下晡1点多发生一桩工程安全意外，是咧保安警察第5总队金武营区行政大楼，有一个工人伫6楼的外墙打太路的时阵，摔一个无细地石落来，经过抢救，有关是不幸往生。劳工局去劳检了后，无看到护栏，认为这厂商已经违反着这案法，要求业者停工。大楼外口用铁片围条的保5总队高雄仁武营区的行政大楼，当伫做外墙更新工程。不过，初一下晡1点，一个辛苦的工人伫6楼的管道换新太路的时阵摔落来，保5总队赶紧通报，甲人送医。现场昏迷，并送至荣民总医院救治中。案发之后，我们封锁现场，并要求施工单位立即停工，并通知相关的单位到场勘验中。劳工局劳检处第一时间派人到现场稽查，有看到大楼的外墙虽然有打铁架，不过5、6楼掉了的所在并无炸起来，才会互工人为18公尺悬落落来。雇主已经违反这案法，下令停工。经我们初步了解，是在高处开口的部分没有设置安全护栏，而造成了此次的公安意外。那我们也依法将雇主移送司法侦办。辛苦的工人送到高雄营总前已经无气甲心跳，经过抢救了后，也是救无转来。除了追究雇主的责任，劳工局甲保5总队拢表示，会派人慰问家属，协助处理后续事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年底要来进行这县市首长的选举咯，媒体人周国库搁再讲，这个民进党会派为副部长陈时中和屏东县长潘明安来选上北市长。陈时中今仔日无搁再提这防疫做回应，颠倒是讲相关的问题有机会再来回答。咱来讲到新竹选战这部分，有风声讲民众党会派立委高虹安来选。当初是郭文德表示，捌问过各代表的意见，后礼拜会搁做最后讨论。好，那个问题我们就有机会再回答了哈。为副部长陈时中到底敢会代表民进党出战年底台北市长选战？无过回答防疫优先，答案有变化，引起外界联想。提名谁哦？我想这个当然是民进党他们内部的决定。我一样坚持我现在的步调，踩稳步伐，积极争取所有大部分市民，让我成为心中的第一选择。媒体人就约好并且个夜聊，讲民进党将由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屏东县长潘明安参战新北。对象高达由原无表态，心求连任的侯友宜，侯友宜也互解脱，是要甲党主席朱立伦竞争立委理事总统代位。我跟朱主席有常年的友谊，所以大家不需要在这边多做一些文章。最重要的，我现在是一个市长的角色，我要把市长的角色做好。这个媒体公告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我目前还是以先生为主。新竹选战部分，民进党参选人新辉宏今早记战，行政院是核定新竹市长林志坚请辞案，由市政府秘书长陈忠贤代理市长7月7日生效。传出民众党立委高虹安也将投入参选。党主席郭文特表示，已经问过各代表意见，后礼拜会做最后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长林志坚的论文前期张家委托律师去告王宏伟加重诽谤，不过王宏伟今日说反告林志坚诬告，另外加告一条林志坚涉嫌侵占特区管理局的著作权。林志坚今日强调，绝对无用国家资源来做家己论文。总统蔡英文也去到林志坚的面前留话，要来解鼓励。台北市议员王宏伟到台北地检署控告林志坚诬告。阁要告参加这个研究计划的中华大学指导教授等人违反著作权法。王宏伟强调，根据公开的科管局委外合约的规定，完成著作了后，相关著作财产权甲著作人格权拢是属于特区管理局。林志坚若涉嫌学术抄袭，阁有侵占国家财产的问题。这个标案的期末报告，它的财产权属于竹科管理局。这是用人民的民脂民膏，难道今天林志坚可以随便抄？是我们政府出钱
来帮林志坚完成他的硕士论文吗？论文抄袭风波持续议论，林志坚透早青春会线回应，论文考试的时间是2008年6月26日，伫中华大学7月7日交交结案研究报告进程。林志坚同市长竞选办公室也提出真侪份文件说明，强调完成结案的时阵，杜作权才会为教授也甲林志坚市长的手头转移到科管局。我提出了学校老师的声明之后，他们被打脸了，那现在又转到科管局这一个委托案泼脏水，持续抹黑。在林坚市长在发表硕论的时候，他跟教授跟那个老师是拥有硕论的那个著作权，完成结案之后，才会这个权利才会转让为科管局。林志坚表示，绝对无使用国家资源来做家己的论文。捌有论文风波的蔡总统也伫林志坚的面前留话，讲志坚辛苦啊，加油鼓励。中华大学表示，已经有收到有签名的检举批，校方面发声明确认受理这个案，即马开始调查程序，一定2个月内完成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地方选举这选战开始伫咧拍落，国民党的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早起开记者会，和业者做伙来指控这个市长黄伟哲甲人收钱煞不共办代志。业者指出，讲伫2年前，因为这灵骨塔要申请变更设置人，才去找市长斗3工，要开1000万，或者变更会当顺利。讲黄伟哲有找一个姓陈的律师来甲伊记接，说汇720万过去拢无效无实。市长黄伟哲嘅回应讲，这完全是无影无迹嘅代志，全部拢是半訛，也会对因来提告。市长我讲，你讲诶，你要安尼吼，有影有无啦？业者亚康2020年10月7日伫餐厅甲台南市长黄伟哲的谈话内容，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初一透早带当事人开记者会，指控黄伟哲收污洗刷无办代志。他叫他10月6号补签的那一张。形式上的对外形式上的顾问费是720万，所以他就先汇220万，加上500万的支票。业者因为灵骨塔要申请变更设置人无成功，透过议员找到黄伟哲。业者指控讲，食过2摆饭了后，讲好1000万通过变更案，也按照黄伟哲找来姓陈的律师的指示，甲720万分做3摆汇去律师的事务所。想要到落尾变更案无通过，事务所阁寄小单甲乌洗钱合理化，包括甲黄伟哲食饭爱8万块，且律师看灵骨塔爱10万块。我迫于无奈啊！因遮的人拢借势借端，用这来我恐吓，你若无我若无付恐吓我若无付这钱，我会走路，我会倒嘛。业者知影乌西有法律的责任，不过实在气甲挡袂掉，才会决定出面来压康。面对谢龙介这边的指控，黄伟哲透早走市政厅庭的时阵，承认讲有食饭，不过伊讲找律师去是因为牵涉到法律的问题，而且伊提早离开，唔知影律师落尾是安怎甲因讲的。中间呢，他的讲话里面有非常多都是所谓的他自己在那边诠释或推论的，根本就是与事实有严重的落差，我们非常遗憾，也不予认同。黄伟哲法冤枉，安那谢龙介是强调讲，这敢若是第一阶段，这个代志要未收煞，伊会继续来压康，嘛互台南市长的选战提早滚价。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根据着英国媒体上最新的消息，讲英国首相强森面对党内压力已经制裁袂掉了，这次将有可能宣布辞职落台，交出保守党党魁加首相的位置。不过，也用看守首相的这个角色，一直到党内出现新的领导人为止。这个消息一出来，这英镑换美金换欧元的汇价一声就随来称冠。短短24点钟内，超过50外岁政府官员连续请示向首相强生施压，人数创英国政坛新的纪录。上号强生歹看面的，恐惊是伊带任命36点钟的财政大臣查哈维，切达也用公开批呼吁伊落台。迄一天，伫国会标准委员会接受质询的强生，面对在野党议员一直逼问伊落台时间，也个真轻松表示，首相承担党职大任，面对无共情势工作，拢会坚持落去，我都爱安尼做。不过，初七透早，英国媒体就以独发新闻报道强生决定辞去保守党党魁甲首相职位的消息，指强生会伫早起8点半向党内1922委员会主席布莱迪表达辞意。消息指强生本人会伫中
公道时间，公开向大家宣布，伊辞职了后，要以看守首相的角色，留任到秋天保守党选出新的领导人为止。I actually, quite like Boris. I think he's very jovial, very optimistic. But it's gone too far. He has to go. Because he's a buffoon, he's an idiot, and you can't trust him. It's like dealing with 11-year-old children who just say it wasn't me. It wasn't me. 枪枪落台消息传出了后，在野共党党魁史塔莫尔表示，这是一个好消息。苏格兰民族党党魁史特金则表示，过去几届乱局总算应结束，这行政大无稳定因素消除，和早盘英镑换美金甲欧元的汇价双双出现升值走势。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论。欧洲议会伫初六通过，把这核能也有天然气列作是环境影响的日程，希望对这减碳的目标有帮助。不过，这个核能发电会有核废料，天然气若准摕来发电，会产生这温室气体，敢有算是日能力已经引起争议啊。环保团体也表示讲，会采取法律行动来进行控制。欧盟执委会今年初提案，将核能甲天然气列为日能投资项目，促进民间投资，帮助欧盟达成气候目标。欧洲议会有赞成也有反对，初六全体表决以378票支持、278票反对，得到通过。帅气都会欧盟28成员国当中，有19个法国、阿拉伯天然气甲核能对伫明年列入欧盟的永续分类标准。现场同时标出破声甲不满的声音。Chtěl bych zdůraznit, že to je velmi křehký návrh vyvážený, návrh, který vychází vstříc celé řadě zemí, které budou moci splnit své závazky vyplývající z Abstimmungsergebnisses. Bleibt die Bundesregierung bei ihrer Position und betrachtet Kernenergie als nicht nachhaltig. 核能发电未排放一氧化碳，暗过会产生放射性核废料。天然气属于化石燃料，有缘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只是比无环保的涂炭较低，是不是算是日能全球拢争议？欧盟推出永续活动分类标准，原本是要确保做出环保生命的金融产品，符合相关标准，厘清日能投资的中间地带。如今核能天然气成为日能加速阶段高污染化石燃料过渡时期的解决方案，表示核能甲天然气厂未来申请国家补助、低利贷款、争取金融界投资，拢更加合理合法，牵动数十亿欧元的资金。相关产业拢表示欢迎，反对人士是批评欧盟体现杜一战历史。非政府组织伫欧盟执委会大楼外口演行动用，伫法国总统马克宏、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甲德国总理肖兹面孔，替欧盟列席协议欧盟。环保团体列席和平组织要求欧盟做内部调查，未来无需采取法律行动。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全世界穆斯林今年一届麦加朝圣伫初一开始咯，也因为这疫情有较稳定，沙烏地阿拉伯今年重新开放外国的穆斯林入来，稳准上济100万名信徒来朝圣，这也是疫情爆发了后上届大规模一年。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伫初内有提出警告，讲这 Omicron 变种病毒主动咧拖疫情有加悬的趋势。庄严的气氛当中，1万名朝圣者伫大清真寺西圣殿天房，场面真壮观，参加人拢讲亲像伫天堂共款。شعوري ان انا كنت داخله عند الكعبه اكني داخله الجنه، حاجه جميله، حاجه رائعه بجد، ربنا يتقبلها مني ومن كل الحجاج يا رب يا رب。过去2年，沙国政府为防疫只开放国内信徒去，今年沙国邦年规定，开放18到65岁做2剂疫苗、无慢性病、快筛阴性信徒去买者。今年有数百万信徒报名，经过网络抽签，有100万名挑选，包含来自印尼的一对翁某因代替，因为疫情甲年会限制，无法度来参加爸母完成梦想。Doa yang akan saya panjatkan yang pertama adalah untuk ibu saya, berilah umur panjang dan sehat, beliau bisa ke sana. Itu yang pertama. Yang kedua, saya berdoa agar saya diberikan kekuatan, kesehatan untuk menjalankan ibadah yang benar-benar saya ke sana ibadah. 虽然沙国开放100万信徒去买者，暗过新冠疫情也咧继续滚加，传染力更加强的 BA.4 甲 BA.5，造成全球疫情欠悬。WHO 初六指出，过去2礼拜全球病例增加3成，佫发现新的变异株。On COVID-19, globally reported cases have increased nearly 30% over the past 2 weeks. In Europe and America,
BA4 and BA5 are driving waves. In countries like India, a new sublineage of BA2.75 has also been detected, which we're following. 根据外电报道 ，BA.2.75 是由 BA.2 变种进化来，有真侪无共款的突变，目的较因突破即卖疫苗甲毒株感染。国内的变异病种除了上头先出现印度，目前英美、日本、澳洲至少已经入侵8个国家。公司新闻王亚峰报道。伫咧中国部分地区，伫咧蒲用风台过后，却一直咧落大雨做大水。伫河南就一台轿车去互大水冲走，加在这救援人员有用水瓦甲内面的人救倒出来。另外，伫哥伦比亚甲印度北部也传出淹水灾情，失踪人数继续伫咧清关。一台黑色的轿车落落真错漏的雨内，女驾驶爬起咧后座等待救援。就伫咧紧张的时阵，救援人员有安全锁到位，紧急甲车窗拍破，互女驾驶穿救生衣。不过，这个查某人捌安全锁无有安，双脚落落雨内，真紧张。好在在到尾也是平安救起来。这个惊险的场景发生伫河南河北市，蒲用风台过了后，为华南地区带来大水雨。这个查某人开车经过一个淹水的桥的时阵，人甲车规个冲入去河。另外，伫河南信阳市的一间学校，原来有395个师生被大水围掉的，救援人员靠人力把囡仔一个一个抱起咧船顶。经过1点外钟，总算把所有师生拢救出来。最近极端气候引起大水，伫中国南方造成灾情。气候专家是讲，这种情形可能持续到8月。拄啊拄着雨季的印度大雨落未停，撩水过街也是开车伫孟买正肃常。伫北部的喜马偕尔邦，因为河水涨悬，冲毁河谷的民家甲露营区，现场如苍苍。救援人员当伫透明沟仔内挖掘，希望找到失踪去的民众。अभी तक कोई भी डेड बॉडी रिकवर नहीं हुई है और 4 लोग जो है लापता हैं अभी तक जिनका हमें पता नहीं है。外看南美洲，哥伦比亚北部同款大雨造成灾情，蒙特利亚市的河川爆花放起，民家淹起。这个妈妈无奈讲，即马连煮饭都有问题。Como el río va creciendo, va aumentando, con las olas va aumentando y los niveles del río van subiendo más. Hay culebras, en estos momentos hay culebras que ya se han matado unas culebras. Estamos cocinando, ya vea como usted lo ve allá afuera en la calle. Hay muchos mosquitos también para los niños。有关当局指出，北部科多瓦省有13000人受到影响，当时持续发布红色警戒，提醒民众要注意未来几天有可能有较侪水灾发生。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讲到国南国造海军头一只上万吨级数两栖运输舰玉山舰，昨头一届出海进行这次，今早起又去试验，要来验证这军舰的设备系统验收运作效能，希望伫9月会当顺利交付海军。有专家表示讲，这玉山舰呢，是一只辅助的军舰，也会当来修建，而且会当载全副武装部队250人。由台船打造海军头一只万吨级两栖巡弋运输舰玉山舰，测了头一遍出海测试，航迹度显示玉山舰离高雄港上远超过20海里。测试煞落第2天测试，持续验证军舰设备系统，验收航行运作效能，船艇光电机的紧急释放甲回收，救生艇释放等，并9月要交付海军。玉山舰去年4月落水的时阵，总统蔡英文亲身到场，望玉山舰传承国军唔惊挑战、克服万难的精神。相信有了这艘运输舰的加入，一定能够强化我们海军执行任务的能力，让我们的国防力量更加的坚实。不过玉山舰今年5月漏水，外界烦恼的延误进度，搁甲再赶紧排除障碍。玉山舰属有补助军舰，会当执行东南沙甲外岛的运补作业。船顶原来有配备风电快跑、天剑2型飞弹，不过上大的特点就是会当载运250人的全武装部队，搁加2台 UH-6M 运输直升机，平常时会当协助救灾、战争的时阵扮演重要的角色，会当负担修复外离岛的任务。全副武装的士兵其实大概就是一个加强点。我们有一些外离岛可能被不幸被其他国家所攻占，这个时候呢，玉山级军舰跟这个主战舰艇搭配就可以搭载这些所谓全副武装的官兵前去收复我们的失去的领土或外离岛。
另市第4作战区严整部队作战训练成果，最近展开天马操演，也甲新鹰操演，分别由陆军、海军陆战队、反装甲部队进行团式飞弹实弹射击。新鹰操演是陆军派遣各型直升机、射击地下块、刺针、向尾蛇等飞弹，两项操演拢有实战训练，透过展现坚强的战力，达到威胁强军组织进犯。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车勒在英国的军情五处总部发表演说。美国、英国情报单位高层正罕见做伙出席，因唔若讲到中国会甲人偷摕技术，对西方国家造成威胁，而且中国若准拍台湾，会对全世界造成上严重的商业迫害之一。甚至佫在强调，中国有关伫咧想尽办法侵犯台湾了后，卖互因的受到国际制裁，影响到因国内经济。但係外交部又呼吁中国千万莫佫再惹事啊！美英情报单位高层切拉罕见讲解，联手向企业领袖事件表示，中国咧测出西方技术提悬家己竞争力，对西方国家经济甲国安是一大威胁。FBI 局长瑞伊演讲当中佫讲到台湾。We consistently see that it'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poses the biggest long-term threat to our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by our, I mean both of our nations along with our allies in Europe and elsewhere. 讲到台海局势，瑞伊特别强调，中国若是以武力侵犯台湾，会对全球造成上严重的商业破坏之一。中国也咧设法找找对台动武了后，应无受国际制裁保护经济方法。台湾外交部呼吁中国停止倡导，千万唔通误判情势。在这边也再度的吁请中国政府停止相关的挑衅的行径，切勿误判情势。台湾我们也会继续跟美国、英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来深化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日启程参加G20外长峰会，布林肯也要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场面会议。这是去年10月以来两人各一摆对会，会讨论美中设立的互拿，确保沟通避免误判。美方已经向台湾说明，随后会公布是不是确定台海议题，也引起关注。美陆两边的外长见面，其实他们谈的事情，理论上应该都是跟譬如说亚太情势、台海情势，还有包括像一些国际这个俄乌冲突下的这个整体环境有关。我想，拜登政府对于台湾的问题上面，应该不会有什么让步。学者分析，美中会谈是不是进一步和拜登政府甲习近平政府之间在美中关系上改变？值得观察。另外，美国联邦参议员史考特伫7日访问台湾，也针对美台关系、区域安全等重要议题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台电推动这家人协和电厂改建，甲兄油的改造是兄天然气，下晡进行线顶宽屏审查。台电提早伫咧早起举行记者会说明，讲填海造陆地面积搁再缩小，对生态影响降到上低。不过在地保育团体也批评讲，台电所委托的海体生态调查并无反映真正事实，要求宽屏委员就要甲案件退倒回去。落尾这宽屏呢是要求台电再爱补件才是。台电找来生态学者甲专家，选伫宽屏审查进程先开记者会，再次表示协和电厂改建的必要性，强调未来单靠和平电厂无法度稳定供应800吉以用电。这样子对电网的韧性来讲，这是一个极端糟糕的一个电网，所以它的韧性会非常的差，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导致北东地区大规模的停电。4台电油该2台燃气机组，台电电算会当减9成6空污5成2碳排。为了兴建第4天然气接收站，通海造路的面积也2摆缩小，甲当初规划比只存14.5公顷，铺一半搁加上当时会当保留大海线甲占地区选湖，认为已经变成上大生意。能不能够留给我们的能源转型，留给我们的电源开发一点点立足之地。7日下昼，环保署举行线顶宽屏审查会议，也毋过发起反诉接电粉公道的家人市议员王先基回呛台电，家人连徛入的空间都无。基隆人是连立足空间都没有，我们已经退无可退。整个基隆市的市民承受了90年的空气污染。这样子还不够吗？保育团体更加以影片宣布，台电讲新屯海造路的地点，选湖河抗率上低6%，也毋过因看到的说是海底生态丰富，无信任台电委托的调查结果。礁
大小小的山屋，可是我们看到台电他刻意去选择沙地区，刻意选择没有任何东西的样线，这实在是让人觉得他是刻意的想要来去做这个偏颇。同海会地当移民接缩小，不过有几啊位环评委员认为，选务调查资料无清楚，也认为台电应该先评估陆上兴建水接的可能性，袂当做只往海上规划。甚至有委员讲，同海造路毋是真好的方案。当移敢是较好的方案，需要公布更较详细的选务调查数字来证明。记者综合报道。出去佚佗出门在外，上界惊的就是发生意外，有的人落去投保这旅游不便险。不过，所有风声讲富泰产险已经伫顶个月把这旅游不便险汰掉。不过，富泰产险表示讲，这个旅游不便险是英国产险业另外增加的附约，甘要继续为业主有主控权。本地是6月底要先暂停，即马是延长到7月10日。即马休热加上疫情等好，国内不少旅游景点的人愈来愈多，旅行业的国旅新闻度也提悬。不过即马却传出国旅的旅行业责任保险当中的附加的旅游不便险会遭到限缩。整个保险的要保人跟受益人呢，是我们的旅行社。所有的保单里面，和泰产险的整个费用，整个的覆盖率大概是将近有1000家以上的业者呢是采用他们家的保单，这样子片面宣布的一个情况呢，当然造成业者的一个反弹，还有民众将来在出去玩的时候，那在参加旅行社的旅行团，会造成我们业者比较多的一些未知的风险提高。事实上，产险工会进前才因为防疫保单赔到真凄惨，停卖旅平险的海外突发疾病医疗保障，即马佫要限制旅行业责任保险理赔范围。未来富泰产险若是要删除附加条款，表示若参加国旅团旅客因为风台疫情这因素留伫外岛产生的大房开销成本，要由旅客或接受旅行社自付，而且旅行工会下骹1000间业者拢是向富泰产险投保，到今年年底才到期。无法度接受富泰单方面暂停旅责险附加条款，这样无负责任的行为。和泰的产险他们说明就是他们会跟这个照这个跟旅行工会的合约去把它走完，所以说没有这个临时取消的这个问题。和泰产险表示，旅游不便险是过去产险业另外附加的附约，是毋是继续为业者有主控权？另外，因为烦恼疫情，地区旅游不便险的损失率无法度掌控。原本6月底停止受理的旅责险附加条款，延后到这个月16日，旅游业者若出团，目前依然用伫平台顶管来买。记者综合报道。立委黄云甲人本教育基金会今日做伙召开记者会，讲有一个成年女性向因投诉讲，过去伫咧学校捌受到一个老师性侵害，不过这案件已经超过20年，无法度追究刑事责任。伊也呼吁讲，爱甲这款的案件追诉权时效，该做是对这被害者成年了后才开始算。也认为讲，爱修改这性平事件的处理程序，要求学校机关就要扩大调查责任。这些事情在心里面20几年都没有出来讲，那是真的是自己当了母亲之后会比较勇敢。就惊家己的囡仔嘛拄着老师做歹代，下小姐才决定计划读小学时受到性侵害。进前伊伫人本教育基金会协助之下，要求细汉读的台南一间国小做性平调查，结果发现阁有另外10几个学生来受害。要求女学生钻进她的办公室。好，然后在他的办公桌底下，他把他的长裤拉开，要求女学生去摸他的那个生殖器，或午休的时候把学生带到泡茶区，然后在那里面去舌吻或者是猥亵女生。人本表示，这个世上的老师捌伫台南、台中的国小教册要30档，90岁退休了后，阁开补习班。虽然经过学校性平会认定性侵害成立，不过被害者多数是20多档前的学生，伊嘛退休18档啊，唔拿领到退休金，阁无法度追究刑事的责任。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的防治准则纳入学校。还有主管机关那可能在我们的个案中，就是县市政府的教育局应该要有扩大调查的行政责任。
还魂甲林本基金会表示，这种利用权势性侵的案件，真侪加害者拢是累犯，敢要各地处理过去各地方政府的态度拢无同。因嘛主张这类案件的追诉权时效，应该改做对被害者申连了后，才开始算，才通终结伤害。教育部嘛表示，会针对防治准则落地建议。记者陈亚布里台北采访报道。讲到年底选举还剩4个月尔，除了县市首长候选人人数上届济，就是基层的村长、里长，计共有7734席。不过这女性占无到2成，甚至要到1/3，拢是一个人出来选，等于讲是无竞争对手。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今年已经是第4年办这村里长的培训班，希望会当纠关女性的参政比率，也互基层政治参与会当换新换新。在大街小巷甲里面博暖查某里长黄丽瑜，才81年厝，已经在新北市三重保养安里服务4年。当初时就是参加台湾妇女团体全联会女性村里长的培训班，全决心出来为民服务。黄丽瑜讲，甲里面博感情上好的方式就是讲台语。因为我若看到人，我就会好喙，就会叫姨妈、阿伯，安尼啊，因就感觉足亲切的。咱咧做代志，咱咧协调代志的时阵，就较方便。阮以前老里长是查甫的，做少侪届的，毋过吼，我是感觉吼，女性的力量就是爱互大家看到。这几年台湾女性的政治人物比例增加，互看这是性别平权大进步。不过若看数字，查某的立委占4成多，直辖县市市议员3成多，也那村里长干那16.6%，无到2成。根据中商会统计，今年年底村里长有7734席厝，不过女性现任的名额少，村里长搁较有要过1/3，是东亚竞选，等于无竞争对手。妇产会认为女性比例爱至少有3成，才通改变生态。经过培训了后，伊的敏感度、性别的敏感度，甲社区关怀敏感度，拢会当提升，会当真有迄个效率，也是讲真温暖。为着跳脱英国村里长红光白条仔卡、顾泡茶拢无做实的印象，为着民间团体也出里长手册，提出村里长新角色、新定位的思考。阮就是望有较侪少年人会当投入选举，民主较深化。女性话头对村里做起，民团望经过更较侪为民主、为公共的基层政治新思维，互村里长文化有新点点的一面。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高雄市进前因为这修剪树啊破坏着粉鸟莺的鸟巢，佮把这鸟仔囝掠走，引起争议。落尾是用一卡菜篮替这粉鸟莺的龟口罩做一个收，佮因为这包厢伫咧整修古迹的时阵伤过差，竟影响到鸟仔囝的成长。高雄鸟会着保育文化局爱赶紧停工，今仔日这卡拉车已经先刷到别位去啊。粉鸟莺的鸟母伫鸟巢无用咧饲2只鸟仔囝，现场除了汽机车的声，佮会当听到施工的噪音。其实里面还是有敲打的声音，啊，然后门外面有怪手。9点的时候啊，我看到母鸟带鸽子过来，带食物过来鸟巢里面去。自从鸟莺一家伙仔传言，高雄鸟会志工逐工拢来。虽望树骹有围起来，希望莫搅了鸟仔饲囝。不过现场施工的噪音实在真吵，鸟会烦恼会影响到2只幼鸟仔。公布鸦片，呼吁文化局先停工。初七就看到原本停在门口的怪手离开现场。拆了人家的房子之后，然后觉得想要弥补它，然后就弄了一个违章建筑让他们去住，那他们也住下来了。可是我们还是在施工，施工的分贝其实有时候会高达100分贝，会就是尽量用，就是说木料的检视，还有做轻度的清理的部分，去避免制造出声响跟噪音的部分。所以说，基本上我们接下来的工，在雏鸟离巢之前，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重机具进场。文化局表示，现场是空军交泰所的修复工程，按算明年中完工。进前包厢修剪树啊，损害鸟巢，佮甲鸟仔囝掠走，想袂到即马佮发生施工噪音伤吵的事件。文化局承认因无注意，会调整施工的顺序。记者陈嘉文、罗维哲高雄报道。
为着要替一寡经济弱势家庭改善因徛家漏水破空种种的问题，嘉义县总工会即阵有串联做水电的、做油漆的、装潢，抑个营造等8个工会，组成一个志工团，募一寡资源，替一寡较歹过日的弱势家庭，甲因的徛家翻好新，改善因的生活品质。志工一手一手甲厝遐拆落来，漏水的厝顶修理过后，搁用铁材钉接好势，才搁搭起来。经过半个月的修整，这间厝搭起来总算较好势啊！厝主是真欢喜。我成交只要1、2年尔。啊，像安尼是嘛修理好啊？你感觉安那？哦，足好困的，足好的。评估之后就觉得有需要，然后马上来替他施作。那施作完成之后，我们把他的屋顶翻新，然后室内我们把它重新油漆、水电重拉。这次我们总共动用了5个工会。因为心脏开刀过，厝内阁有身心障碍的人爱照顾，厝主一直住伫个漏水的厝内底。嘉义县辅导职业工会劳工青年发展处为了要服务县内有同款需求的弱势家庭，整合营造相关资源，成立嘉义罢工修缮利他协会。社会上很多弱势的朋友啊，他需要做房屋的修缮，那可能没有相关的经费或资源，那我们劳青处就整合了跟修缮、跟营造有关系、跟房屋修缮有关系的职业工会，来一起来做志工，那来协助社会上需要协助的好朋友。协会表示，嘉义县过去弱势家庭若是有整修主体的需求，拢会透过转介，耽搁来专门的团队来协助。即马嘉义县有家己的团队提供协助会更较紧，也毋过进前的经费拢是靠县内人脉基金来支持。我希望民间的力量会当到相挺，协助改善弱势家庭大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中有一个国中生尤定新，因为骨肉瘤发病，开始治疗癌症。伊每3个月拢爱固定去病院回诊，逐摆治疗拢爱开1礼拜到3礼拜时间。虽然对抗癌症的过程真辛苦，尤定新依然坚持去到学校拍拼读册，佮做黏土作品互医护人员。乐观的个性，互老师同学拢真佩服。看这个学生真专心，用各种工具来创作黏土作品，手艺功夫介优良。伊是高中生尤定新，为国校3年啊，就开始学捏黏土。这毋但是伊的兴趣，嘛陪伊度过对抗癌症的辛苦过程。大医院做核磁共振之后，就发现是骨肉瘤，就是里面的细胞已经被那个癌细胞吃掉了。然后就当下是蛮错愕的，就是原本只是以为只是单纯的绞痛，没有想到就是会这么严重。高中1年的时阵，发现身躯生骨肉瘤。一开始虽然真惊吓，毋过有亲戚朋友陪踮身躯边。尤定新是真拍拼对抗癌症，就算逐摆住院治疗的时间拢真长，伊嘛坚持回去好好读册。认真的态度，和老师甲同学拢真佩服。他在班上都很勇于回答老师问的问题，然后也会下课也会和同学一起聊天，所以我觉得他在面对病魔的时候很乐观，然后这个是我可以向他学习的态度。我发现他在很多课业方面上都很聪明，就是假如说他休学，就是不在班上一段时间，但他的功课还是远远就是赶得上我们这样。还是先复健啦，把脚先处理好，就是让自己至少可以走路。接下来就是书也先读好，认真读好，对啊，这样未来比较有出路。看起来介好食款的甜苦棒是用黏土做好医护人员的礼物。个性乐观的尤定新要用坚强意志镇压人生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对25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